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個今日同大家講嘅話題呢，就係講六親緣薄嘅人。因為有好多人呢，真係身邊冇乜嘢朋友，好孤單。呢啲人多數一生都係獨來獨往嘅。因為有啲人從細佢就明白自己嘅人生呢，似乎比別人更加要學早啲靠自己。佢冇太多人可以依靠。萬樣事情都係要自己撐㗎，難過嘅時候冇人明白佢，委屈嘅時候亦習慣沉默，睇住人哋屋企有家人照顧啦，有人依賴啦，而自己呢，好似一個人走條好長好長嘅路。其實佛法裏邊講過，人與人嘅緣分呢，本就深淺不同。有啲人今生係嚟報恩，有啲人今生係嚟還債啊！有啲人佢今生嚟嘅目的呢，就係學會成長同埋獨立。其實六親緣薄嘅呢，唔係一定命苦嘅噃，好多時候係老天用另一種方法去成就你，因為你冇人可以去依賴啦，你要學會堅強啦噃。你好少被人保護，所以懂得體諒人哋嘅苦衷。因為你一路都係跌跌撞撞，咁樣呢，反而磨出咗你比別人更加深嘅智慧。呢啲人睇上嚟好似好孤單，其實佢嘅靈魂係好強大嘅。佛話過呢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因緣。親情都係因緣嚟噶，有聚就有散，有深嘅緣亦有淺嘅緣。呢一生裏邊，如果你嘅親緣淡薄嘅呢，唔代表你唔值得俾人愛嘅噃，只係你生命中嘅目標嚟到，唔係去依附他人，而係去修你嘅心啊！當一個人開始學會唔埋怨、唔強求、唔羨慕，安安靜靜將自己嘅日子過好嘅時候呢，福報反而會慢慢靠近你嘅。你會發現呢，真正能夠陪自己走到最後嘅，其實係自己嘅心性嚟嘅。有啲人一生好多朋友嘅噃，但係佢內心係空虛嘅。有啲人睇上嚟獨來獨往，但係佢內心係越嚟越穩定。人生到最後，我哋大家比嘅唔係身邊幾多嘅朋友，而係邊個心裏邊係更加安定。六親緣薄嘅人更加要好好修自己，將委屈化成慈悲，將孤獨化成清醒，將坎坷化成智慧。當你捱過嗰啲咁辛苦日子之後呢，你會明白，原來嗰啲曾經令你難過嘅經歷啊，都係命運嘅成就更加成熟嘅你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身邊真係唔係咁多親人陪伴嘅話呢，你會更加明白，你係成就緊更加成熟獨立嘅自己。多謝大家收聽。